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超聲波距離感測器同埋 RGB LED 燈嚟整一個會隨住距離改變顏色嘅智能感應裝置。首先，我哋攞一個四節腳嘅超聲波距離感測器出嚟，將佢放喺麵包板上方，留意反佢嘅四隻腳，分別係 VCC、Trig、Echo 同埋 G&D。我哋先接駁超聲波感測器，將 VCC 腳放去 A3，Trig 腳放去 A4。Echo 腳放去 A5，G&D 腳放去 A6，跟住喺接線嘅部分，E3駁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E4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E5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E6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之後我哋喺麵包板下面放一粒 RGB LED 燈，呢粒燈有四隻引腳，分別係藍、綠、陰極同埋紅。分別駁去 A22、A23、A24、A25，跟住擺三個330歐姆嘅電阻。第一個放喺E22到 G22，第二個放喺E23到 G23，第三個放喺E25到 G25。跟住喺駁線，我哋先將最長嘅陰極腳 E24駁去麵包板嘅負極槽，J22駁條線去 Arduino 嘅 D6腳位。J23駁條線去 Arduino 嘅 D5腳位，J25駁條線去 Arduino 嘅 D3腳位，最後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駁去 Arduino 嘅5V腳位，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去 Arduino 嘅 G&D 腳位。好，硬件嘅電路駁線就全部搞掂晒啦。跟住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，呢段 code 嘅重點係利用超聲波感測器發射同接收高頻信號嘅時間差，去計算出前方障礙物嘅距離，以公分 cm 為單位，然後喺主程式入面利用判斷式，當感測到物體好近嘅時候，RGB 燈就會轉紅色，中等距離就轉藍色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，當我哋模擬移動前方嘅目標物，隨住距離數值改變，下面嘅 RGB LED 燈就會即時變紅變藍。呢個距離感應燈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